哇！ChatGPT 又輸俾 Google 啊！ChatGPT 最近新出圖模型 Image 1.5，直接對決 Nano Banana Pro 模型，即刻嚟比較下究竟邊個出圖能力勁啲。今次 ChatGPT 話出圖咧速度會比上代快4倍，而且文字更加精準。實測同 Gemini 咧比起確實差唔多，不過中文能力咧就同 Gemini 差好遠嘅。但係圖片 present 設計咧 ChatGPT 就覺得好好多。再試下改人物圖，試下將人物改個背景、衫、髮型、顏色。ChatGPT 更新之後，比上代還原真人度就高咗好多。不過係場景真實性，Nano Banana Pro 仍然略勝一籌。再試下比較複雜嘅指令，ChatGPT 今次升級話提高咗指令控制，實測真係進步咗唔少。而 Nano Banana Pro 如果睇光線，感覺就更加真實。再試下1D 素材設計，今次 ChatGPT 更新呢講會增加更多嘅素材細節，實測精細度比 Nano Banana 更好，做 design 朋友又多個選擇。兩個模型都各有優點，可以視乎你嘅需求去選擇唔同模型。如果想要 ChatGPT Image 1.5懶人包，留言1.5發你啦。